地腳搞掂之後，就輪到上蓋結構成物嘅施工程序咯噃。咁首先平水工友咧就要用全站儀喺落好嘅地面石屎再次開出十字通光線，跟住就可以根據十字通光脈線用一手尺開出柱頭、牆身、陣位、樓梯、lift 膽、窗位、門口位同埋機電、煤氣等流窿位脈線。工友要清楚咁寫出構件嘅編號同埋尺寸，俾紮鐵、板模同埋機電工友施工用噶。另外啊，記得仲要彈埋牆邊嘅借脈線，愛嚟做複核用至好啊。總之乜都寫清楚，事後就唔會有囉嗦。另外啊，通光平水線都相當重要嘅。喺做好單邊板模之後，平水工友就要利用平水喉或者平水鏡，將預留平水帶入樓面，要喺單邊板模上邊彈出通光平水線。門口位、窗口位、煤氣窿位高度搞掂好晒，咁板模、紮鐵同埋有關嘅機電工友就可以照住啲脈線嚟施工啦。喺紮完柱頭或者牆身鐵工程之後咧，再喺企鐵面掹上層樓面、樓底同埋陣底平水。當一樓樓面板模工程完成之後，就可以進行開一樓嘅樓板脈線啦。工友首先要利用線稱將地面嗰層十字通光線引上嚟，開出有關板模脈線，然後利用板模脈線嚟複合板模位置。冇問題嘅話咧，跟住就可以紮樓面鐵，喺牆身鐵度掹平水借線，最後就可以一次過咁樣落埋地面至一樓嘅柱、牆身同埋一樓嘅樓面石屎啦。咁至於第二層，國強你又知唔知呢層嘅脈線同地面嗰層有咩唔同呢？當然知啦。首先咧，工友就要利用線稱將地面嗰層十字通光線嘅4點引上嚟，利用呢4點彈出呢層樓嘅十字通光線。至於2樓到5樓咧，都係由地面嗰層引上嚟嘅，而6樓到10樓就會由5樓引上嚟。喺做完每5層，仲要記得利用線稱對住下5層嚟進行複核。如果利用鐳射水準儀嘅咧，咁基本上層層都可以利用地面嗰層引上去嘅。為咗令到每層樓度出嚟嘅十字通光線完全準確，無論用邊種方法，喺做完十字通光線之後，一般都要利用尺法曲嚟進行複核嘅，咁先至係功夫俾到十足。炳叔，你都可以做歌星咯。大家都知道啦，彈完線要不斷咁進行複核，所以喺每層樓未落石屎之前呢，工友要對所有開出嘅脈線進行全面嘅複核。如果唔係，萬一漏咗，咁就大件事啦。仲有彈脈線係需要技巧噶，不如請麥師傅嚟講解下乜嘢叫做飛脈啊？咁如果我哋經過放脈呢一下呢個動作之後咧，咁嗰條脈就會飛咗啲多餘嘅脈汁，咁彈咗落地下咧就會比較幼細同埋清晰嘅。如果彈線嗰陣時地下濕咗，應該點樣處理啊？睇情況啦。如果情況係許可嘅話咧，我哋會掃咗水，等佢乾咗先彈嘅。咁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哋都會揾啲英泥粉，上色英泥粉索一索佢，咁然後先至再彈。如果水係咁繼續好大嘅話咧，咁我哋會拉魚絲，然後頭尾間線，咁打開眼釘落去。咁如果繼續係有水嘅話咧，咁我哋會用麥頭線咧，頭尾將兩眼釘連埋一齊，咁俾其他工種用嘅。其實日曬雨淋，點樣先至可以 keep 住啲脈線呢？一般啲脈線咧都會保持得會好耐嘅。咁如果啲重要嘅線咧，我哋會定期去檢查。如果發覺佢係蒙嘅話，我哋會補彈翻俾佢嘅。至於講到彈樓梯咧，當然要逐級逐級嚟講啦。首先工友要先開狗瓦板，記得啊，喺未開之前要先計好數，兼且一定要用一手尺嚟將級數分好。國強，點解要用一手尺啊？呢層係人都知啦，用一手尺就可以避免累積誤差嘛。真係簡單而清楚喎。再 check 過每級嘅尺寸，跟住就可以開始逐個彈，彈完就可以將呢啲已經有脈線嘅狗瓦板俾釘板工友施工用啦。
咁跟住咧就要彈牆身板模嘅樓梯級墨線啦。首先喺頭尾就要攞一級吸嘴位同埋平水，記得頭尾吸位都要攞齊3點先至準確噶。哦，咁啊係啊，攞好吸嘴位咧，就要彈2條吸位斜線，咁然後咧就可以利用呢2條斜線嚟彈出梯底線。咁跟手咧就再將塊狗牙板對齊牆身板模上嘅樓梯級墨線，冇出入啦，咁先至為之準確噶。最後就用平水喉或者平水尺嚟開出吸面平水，全部齊晒啦，咁就可以釘板同埋喺樓梯度紮鐵啦。至於另一邊嘅梯級位墨線同埋牆身板模嘅做法咧，都係一樣咁做就得噶啦。